分享收看客家名录学者。每日嘅行义新闻，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邱胜伟9月28號代表顧秀輝主委出席。124年新北市客家移民者文化節暨時台典，邱副主委表示，移民節係台灣重老嘅文化資產，希望客家三網達標，老保護家鄉各國家嘅精神，做得社台創新下去。邱副主委表示，當到客家鄉親大能移民精神，長期待喺新北市，無論係開展風帆了解，亦係傳統新竹文化，通通係客家移民文化嘅親田。本台設家強下紀念移民者扎身為家鄉奉獻嘅忠義精神，未希望移民精神做得社台創新。今年新北移民節容易以全新北做主題，繼續移民者保護家人，團結相幫嘅忠義精神。出體泰淡風帆了解法同團結合現台團隊嘅熱情表現，表現客家文化精神老師台生命力嘅結合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間嘅報道。接下來為教大家基本一嘅每日嘅行義就係風帆。新北市移民節要開展風帆嘅法同。新北市移民節要開展風帆嘅法同。你學會嗎？下禮拜講來了。